中國嘅少數民族咧，大部分都可以能歌善舞嘅。藏族嘅熱巴舞以鼓為伴奏樂器，加上獨有嘅節奏同埋音色變化，配合舞姿就係別樹一格嘅鼓舞啦。傈僳族人佢哋嘅山歌咧有獨一無二嘅震喉唱法，亦都有源於自然嘅多聲部合唱噃。至於哈尼族嘅蒙古仲唔止係樂器添啊！今集同大家一齊靜心聆聽各個少數民族嘅傳統音樂啦！歡迎大家收睇《大地在我腳下之雲南民族大探地》。嗱，今集咧我哋會講下啲少數民族嘅音樂㗎。咁其實雲南嚟講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少數民族㗎嘛。咁而佢哋咧就有好獨特嘅音樂曲式、音樂風格㗎噃。係啊，就譬如講啦，我商號哈尼族人咧，佢哋音樂好特別嘅。好，有幾特別，聽下就知啦。有請。樹葉都吹得響喎。係啊，你得唔得啊？我都唔得噶啦。另外嗰支咧就叫做阿 B， 係咪啊？阿 B， 阿 B 咁亦都係佢哋嘅獨有嘅樂器嚟㗎。喺雲南沿江嘅塔克岩畫上面，關於哈尼族祖先嘅壁畫咧就有120幅咁多。據專家考證，岩畫已經有3000年嘅歷史啦。其中最神奇嘅就係有一啲貌似青蛙嘅人像圖案。喺好多民族民間傳說入邊，青蛙係雷神之子，係行運降雨嘅神奇。因為每逢喺落雨之前，青蛙都會出現嘅，所以佢哋認為只要誠心向蛙神禱告，就可以祈求風調雨順咁話㗎。嗱，呢一個咧就係哈尼族嘅神聖之物，叫芒鼓。每逢祭祀或者喜慶節日需要跳舞嘅時候，祭司咧就會用酒祭芒鼓。要祭過芒鼓之後，大家先至可以敲芒、打鼓同埋一齊起舞。芒鼓舞係哈尼族舞權時代嘅產物。哈尼族嘅舞蹈大部分都同芒有關嘅，芒鼓舞係古老祭祀性嘅舞蹈。哈尼族人視鼓舞為向天神對話嘅工具，芒鼓係神聖之物，製作大鼓亦都係一件非常之隆重而莊嚴嘅盛事嚟㗎。芒鼓平時要揾專人保管，任何人唔可以隨便去掂佢㗎噃。而芒鼓舞嘅舞步就同耕種有住莫大嘅關係㗎。梯田係哈尼族人獨有嘅農耕技術，佢哋一早就知道水利灌溉對農耕嘅重要性，所以就因應山勢嘅變化嚟開墾梯田，然後再挖掘水道，將山水引入田地灌溉，保證農作物有充足嘅水分可以生長。哈尼族人有句說話形容梯田，就係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不過會唔會落雨，始終都係要望天打卦嘅。為咗祈求降雨，亦都保證農作物可以得到豐收啊！佢哋就會敲鼓跳舞嚟祈盼，所以芒鼓舞嘅動作同農耕係好有關係㗎。我們馬鼓的這些動作，我們是平時在生產的動作的這些動作，已經變了的。那小妹想要變這個動作，我們是說獨做那個動作嘛。下面做的這個動作，我們是從我們扶梯給了你的，那讓你萌發的要
哦，你就知道吗？哦，好，好，好。哎呀，别的这个没是差别掉的了。你的。这个差别了，这个怎么样？干嘛？那多少？哎呀，耶，好嘢，阿 Ben，呢個咧就係雅族人嘅蘑菇啦。冇咗呢個就係雅族木鼓，亦都係雅族嘅象徵。咁咧，佢哋好崇拜呢啲木鼓㗎，咁認為佢係通神之氣、通天之鼓，一打咧就能夠同神溝通到㗎。咁喺當其時嚟講咧，淨係喺婚宴啦同埋祭祀先至會打嘅啫。咁同埋咧喺製造呢個木鼓之前咧，佢哋有個好神聖嘅祭祀儀式，就叫木鼓祭祀。咁啊，當年嚟講咧，一年一度係大事嚟㗎噃。咁俾我再打下先。哎呀，好難聽！雅族認為木鼓係有生命嘅，係有神靈嘅，所以揀選製作木鼓嘅樹木嘅整個過程當中咧，都係帶有祭祀色彩㗎。雅族對於揀選樹木非常之咁講究，做木鼓嘅木材咧，一定要係生長喺深谷嘅古母樹，而且要由雅族入邊最有威望嘅祭司帶領住大家一齊去揀。揀好咗之後咧，就要向樹投箭，表示去除邪魔。再將大樹斬落嚟之後咧，就會揀選最好嘅樹幹拉翻去村寨嗰度做木鼓嘅。雅族認為木鼓係天神嘅床，木鼓房係天神嘅家，所以佢哋認為拉咗木鼓請咗天神入寨保佑先至可以建房立寨㗎噃。拉木鼓係木鼓祭祀嘅第一個儀式，祭司會手持樹枝，指揮全寨人一齊拉樹，一齊唱拉木鼓歌㗎。佢哋認為呢一棵嚟祭木鼓嘅樹係神所賜嘅，所以全寨男女老幼都要一邊拉樹一邊唱歌跳舞。喺整個運送過程當中啊，亦都要行足夠嘅路嚟表示敬意㗎噃。拉木鼓嘅場面非常之咁熱鬧同埋壯觀，雅族人都以能摸一下木鼓為最大嘅榮耀嘅。喺拉嘅過程當中，仲會有專人不停咁向樹潑線同埋淋水添㗎噃。當木鼓製作好之後，木鼓舞就要開始啦。所有人都會圍住木鼓載歌載舞，舞蹈簡單，富有濃厚嘅原始儀式氣氛。雅族人認為木鼓唔係普通嘅樂器，而係通天神器。只要一敲響佢，天上嘅神靈就會知道下面發生啲咩事㗎啦。所以佢哋將木鼓稱之為寨中之主。係，佢真係好叻喎。係啊。咁你識唔識打呢個鼓咧？我識唔識試下啦？打得差你唔好笑我得㗎啦。我唔會笑你啦，打啦。好嚟。好難打啊！真係，甩晒拍我打嗱。其實我真係打得一啲都唔好，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頭先睇到佢哋打嘅時候咧，佢哋有啲技巧㗎。佢哋好中意咧玩呢一下，即係你放咗之後咧，佢有啲回彈，跟住先至捉翻緊。呢一下咧，真係我諗冇練翻1年半個月咧，都練唔到咁嘅造詣。同埋咧，即係雖然佢敲落去咧，嗰啲木聲咧就好好聽㗎。咁但係佢唔同咧，你平時打鼓因為打鼓得塊皮嘅啫嘛，但係呢個係實心嘅，搏落去嗰下咧，反彈嗰個力咧都幾重嘅。咁同埋咧，另外仲有一樣嘢重就係佢兩支鼓棍，一係啞鈴咁樣，你睇下，係啊。俾我試下。俾你試下嗱，接住啦。
重咧係咪啊？真係好重喎！所以咧，即係雅族嗰啲男士咧，個個都係好大隻，好夠氣力㗎啊！打到手瓜起剪㗎。藏族嘅熱巴舞唔單止要唱得跳得，仲要識得手腳協調、腰馬合一。傣族嘅象腳鼓做得似大象腳，敲起先至夠架勢；象腳鼓舞跳得要夠陰柔，睇落先至有傣族嘅神髓㗎。傈僳族嘅山歌唔單止係怒江居民嘅溝通渠道，仲係佢哋向大自然嘅致敬之作。睇完廣告，繼續同大家唱山歌啦喂！走音，我唔識拉啊嘛！嗱，呢一個咧叫做原子，就係藏族人嘅樂器嚟㗎。咁我仲知藏族人好識跳舞嘅。嗱，呢一個咧就好多人都知㗎，咁亦都好多人咧都話藏族人咧就係識講嘢就會識唱歌，識行路又識跳舞㗎。咁而佢哋最具傳統特色嗰種舞步咧就我知熱巴舞嘛。叻啦，搶晒我啲對白啦。咁你知唔知佢係集合咗啲咩於一身咧？唔知啊嘛，等我話俾你知，佢哋係集合咗舞步、説唱同埋雜技於一身嘅。咁由於咧佢哋個步法咧都幾複雜㗎，同埋咧就好講技巧㗎，所以跳到而家嚟講咧有好多唔同派別咧就跳呢個熱巴舞㗎。係啦，我再拉多幾次你聽啊！冇啦，頂唔住啊，病啊，冇啦，走音啊！藏族熱巴舞歷史悠久，係由歌、舞、獨白、樂器等等組合而成。演出嘅時候，男舞者肩掛5條彩帶同1條潔白嘅哈達，右手持撥浪鼓，左手持牛尾，動作粗獷豪邁；而女舞者手持長柄手鼓，邊打邊跳。鼓用木片捲成扁圓形嘅邊框，再蒙上羊皮。鼓嘅中心同四周都會掛上色彩鮮豔嘅圖案。熱巴舞講究舞姿嘅優美，編排難度高嘅動作，有平轉、跨腿轉、轉身擊鼓、進步跳躍等等唔同嘅動作㗎噃。熱巴舞又叫做靈鼓舞，流傳喺西藏東部嘅昌都、工布一帶同埋雲南、四川嘅藏區。目的係祈求保佑村寨平安、陸畜興旺。熱巴舞之所以能夠流傳幾百年，全靠熱衷於熱巴藝術嘅民間藝人。佢哋係專靠賣藝為生嘅專業人士，表演技巧高超。每逢喜慶節日，都唔少得佢哋出嚟跳翻2拍助下興㗎。傣族亦都係一個熱愛音樂嘅民族，喺雲南嘅德雲就有一個專門製作象腳鼓嘅工匠，佢已經製作超過100個象腳鼓㗎啦。象腳鼓係傣族古老嘅民族樂器，因為似象腳得而命名。鼓身係木製嘅，大約3至5尺長，上粗下幼，呈喇叭狀，用羊皮嚟做鼓面。喺製作象腳鼓之前，工匠都會好虔誠咁向神靈祈求，因為喺傣族人心目中，大象係吉祥如意嘅象徵，所以佢哋先至會仿照象腳嚟製作呢個象腳鼓㗎。最多嗰個好難堪嘅，好整自重嘅用。傣族特別崇拜大象，因為佢哋相信天地係由大象支撐嘅。象腳鼓做好之後咧，就會用糯米飯嚟調好音質，先至可以開始表演噶噃。自從廟咪幫隻後乜年咪就5啦嘛，5嚟香，5嚟優啦嘛。正正係啦，頭先我哋就睇過呢個藏族啦，係啦。咁我而家想介紹嘅咧就叫做傈僳族。傈僳族嘅諺語有一句説話，佢就咁講嘅，就叫做鹽不吃就不行，歌不唱就不得。之所以佢哋咁中意唱歌咧，其實同佢哋住嘅環境係有關嘅。嗱，事關咧，從佢哋祖先開始咧，就住喺呢一個怒江嘅峽谷兩岸㗎。咁所以咧，有陣時要探朋友咧，就要由呢個山頭咁啊，嘥幾個鐘頭咧行去另一個山頭。好嘥時間㗎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哋就中意用山歌嚟到向對面山頭嘅朋友傳情達意嘅。靚女正正佢好靚女誒！收聲！我子阿叔莫記了，如果你可是嘛。
呢一種聽起上嚟咁哀怨嘅歌聲，就係怒江地區傈僳族嘅民歌擺時啦。擺時嘅意思係指自由歌唱，無論喺田野、街角或者喺村寨，傈僳族人咧都會中意唱歌噶。雖然聽起上嚟有啲哀怨，但係傈僳族人其實係開心先至會唱噶。傈僳族人唱擺時嘅方法都幾特別嘅，佢哋係會用喉嚨震動嘅唱腔嚟到唱嘅噃。而呢一種咁獨特嘅唱腔咧，就形成咗傈僳族人嘅民歌風格啦。擺時嘅內容咧，以描述愛情為主，亦同勞動或者其他生活咧都好有關係噶。演唱嘅形式咧，以對唱最為常見，多數由幾個人至到10幾人，手拖住手圍圈，邊唱就邊擺動身體。歌詞咧通常係4句為一段嘅，領唱嘅人唱2句，其他人就合唱2句。擺時可以話係一種渾然天成嘅天籟之音，因為另一個特點就係多聲部合唱啊。傈僳族人咧可以喺冇受過任何培訓，亦都冇指揮嘅情況底下咧，唱出喺歌劇院先至可以聽到嘅多重唱。嗱，呢種咁高超嘅歌唱技巧咧，其實係響怒江大峽谷度學翻嚟嘅噃。嗱，佢哋喺峽谷度高歌，聲音嘅迴響產生咗多種嘅高音合唱，經過多次嘅模仿之後，就成為咗多聲部合唱嘅擺時啦。大家聽聽啦。你吃3天满一每晚，你吃完了又我努呀吃我3天我。阿我姑舅你里唱，那个子我没多家得背一碗马豆丝，我唱起來對我。傈僳族人唱緊嘅木刮其實係一種古老嘅民歌嚟㗎。木刮多數係由中老年嘅男子同其他人一對一搭一唱一和嘅形式去唱㗎噃。木刮一般喺大型嘅集會或者嚴肅嘅場合度演唱嘅，內容主要係描述家譜、歷史、生產、婚喪等等。其中有一首較特別嘅，個名就叫做《阿奇木刮》。沒意思了的。那咋忙？沒意思個的。他媽阿吃老木瓜。可手機，頭發專門手機冇得。哎，我的。阿吃妹妹，來哈，阿吃妹妹，阿奇木刮就係模仿羊叫嘅古老民歌，亦都係傈僳族用嚟自娛嘅傳統歌舞。阿奇係傈僳族語言入邊係指羊咁解。由於傈僳族人中意飼養山羊，喺山上放牧嘅時候，自然而然就會形成模仿羊嘅叫聲，表達咗傈僳族人熱愛大自然嘅性格，以及原始樸素嘅民族風情。除咗呢種古老嘅山歌，傈僳族人最中意唱嘅呢就係招呼客人嘅酒歌啦。每當你走進怒江大峽谷，你就會感受到傈僳族人嘅熱情款待。傈僳族姑娘呢就會着住佢哋華麗嘅服飾，拎起酒杯，唱起敬酒歌，跟住就會向你敬上一杯傈僳族嘅水酒噶啦。其實每個少數民族都有屬於佢哋自己嘅酒歌㗎噃。
喺老江蘭亭嘅普米族人喺每年嘅五色節呢，即係普米族嘅新年啊，都會唱酒歌嚟助興噶。讓我們一起共一杯美好祝福酒，呀咧個咧，祝福大家吉祥如意，我們同聚必樂，祝福大家生活美滿，我們同歡慶樂。來吧來吧，兄弟姐妹，來吧來吧，父老鄉親，美酒敬新人。藏族嘅婦女到今時今日仍然保留住由祖先流傳嘅手藝，個個藏族婦女都有一雙巧手㗎。雅族男女運用古老嘅壓棉機做線，編織出佢哋崇尚嘅黑紅相配嘅民族服飾。藝山紮染技術源遠流長，單靠紮染兩個步驟就足夠做成圖案多樣嘅布料啦。下一集雲南民族大探秘為大家展現少數民族嘅傳統紡織。